Hello，大家好，我阿貴，又係一台港車嘅比亞迪嘅海豹咧。今次咧全車嘅玻璃嘅貼裝，依家咧佢原車咧，我哋去測佢原車呢個玻璃嘅透光度咧係78.6嘅透光度。仲有未貼玻璃更熱膜之前咧，我都會測試下佢原車玻璃呢個更熱嘅溫度啊。咁大家睇到咧，呢個數值咧不斷喺度增加。大概去到800幾嘅一個溫度，一個隔熱率。呢個玻璃我哋已經貼好啦，依家睇下貼好之後嘅透光度啊。咁大家睇到咧，貼好之後咧係71.1嘅透光度，呢個咧可以過到香港驗車嘅標準。咁依家我哋用呢個設備去測下佢貼好之後嘅隔熱度啊。咁大家睇到呢個溫度啦，仲未達到200嘅熱量。咁貼好我哋嘅玻璃更熱膜之後咧，佢嘅透光度同埋佢嘅更熱率咧都非常好。呢個數值可以喺炎熱嘅夏天咧，喺車內咧有一個舒適、一個比較涼爽嘅一個行車揸車嘅一個環境。如果你嘅港澳車人需要貼裝玻璃嘅更熱膜，可以參照我哋呢個視頻貼裝嘅呢個專用玻璃膜嘅方案，評論區留低你嘅車型私咗我幫你去搭配。